大家好啊，又係我軍事炮彈熊。今日我想講下希佩爾上將號重巡洋艦啦。佢嘅排水量有14,500噸啦，滿載排水量18,600噸，最高航速33節，續航力27節航行可以航行6500海里，人員有1600人啦。武器裝備4座雙聯裝 203mm 主炮，6座雙聯裝 105mm 副炮，17座 40mm 炮，8座 37mm 炮，28座 20mm 防空炮，同埋4座3聯裝533魚雷管。喺呢度可以見到希佩爾上將號嘅對艦火力同埋對空火力其實係非常之強大嘅。佢有105至20mm 嘅裝甲啦。但係你都可以見到，其實呢一個裝甲嘅厚度其實係非常之弱嘅，係比其他重巡洋艦都弱嘅。佢有3部 AR-196水上偵察機，但係通常都只裝備1至2架左右嘅啫。希佩爾上將號係希佩爾上將級嘅第一艘艦啦。佢有4隻姊妹艦嘅，包括布呂歇爾號、歐根親王號、塞德利茲號同里呂佐號。但係後面嗰2艘其實都係冇完工嘅。希佩爾上將號喺1935年動工，佢係喺基爾港建造嘅。1937年落水，1939年服役，喺1949年參加威瑟演習，即係入侵挪威嘅行動啦。但一上場就喺挪威嘅特隆赫姆市外海呢，同英國皇家海軍嘅螢火蟲號驅逐艦交戰啦。咁最後希佩爾上將號擊沉咗螢火蟲號驅逐艦，但螢火蟲號驅逐艦都造成咗希佩爾上將號唔少嘅損傷嘅，因為螢火蟲號喺佢沉沒之前係撞上咗希佩爾上將號，造成咗佢一啲嘅傷害啦。之後希佩爾上將號喺1940年9月成功佔領咗特隆赫姆市。喺1940年12月開始，直到1941年2月，希佩爾上將號一直都喺法國以布雷斯特港作為港口去打英國嘅貨船同商船，即係破交戰。但好明顯呢個任務以潛艇為武器係會更加好嘅，係會更加有效率同埋更加具備殺傷力嘅。1942年，希佩爾上將號就以挪威作為基地去做佢嘅老本行啦，破交戰，但係好明顯都係唔係太成功嘅。之後喺1943年就同所有嘅德國重型艦艇一樣嘅命運，俾人擺咗喺格丁尼亞港，直到1945年先重啟，攞去疏散平民。喺1945年5月俾自己人作沉，佢作沉嘅位置係喺基爾港，可以話係喺邊度出世就喺邊度死。最後喺1946年打撈上岸同埋拆解嘅。總結一下，希佩爾上將號呢一艘艦呢，佢嘅戰功應該係比我之前介紹過嘅所有艦隻都高嘅，即係佢擊沉過好幾艘商船啊，擊沉過螢火蟲號驅逐艦啊，佢嘅戰功係真係比較上高嘅。但佢同所有德國後來嘅重型艦艇都一樣，俾人停泊咗喺波蘭島嘅，所以佢都幾慘嘅，你都可以咁樣講嘅。唔怕同大家講個笑話，以前我以為希伯上將號同希佩爾上將號係2艘艦艇嚟嘅，結果原來只係因為譯名嘅問題先至導致我以為係2艘其他嘅艦嚟嘅，其實佢哋係同一艘艦嚟嘅。好啦，我講到呢度，希望大家鍾意呢條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